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念咪来读台文通信网报第312期。312期，这是算啥？我手头有诶纸本啊，所以就是按这个手头有诶纸本来读。啊，当然伊网络顶悬有迄个啥电子版的，所以有兴趣会使讲参考。当然，我看遐个啥物货，好，方便猛看。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迄个链接分享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链接伤济，我嘛打去倒去。312期。好，顶悬即个应该是你会使用迄个啥，伊有一个叫做简报模式去哦，然后再看到有一寡迄个啥资料就对了，所以确定会继续答。要毋过我想讲，是毋是应该爱伊迄个啥开会结束要读完啊，所以可能是要来读国外的人，或者是单位省的用书补给。有人咧讲想要来读一本《交易书乱谈条》，嗰个是无确定。医疗检测，而且咧，但我嘛毋知到底有够，毋知影。找台语到拍字，大数资料。讲台语当着是，甲即个教育部的迄个台语评语教，是，都不太是。最后佫一条，迄个做开会决志，开会决志顺丰要读完啊，也是分享一下。开会决志我来讲是迄个啥，亲情莫计较 plus， 是会袂客气啊。好，来继续读落去。要读完啊，应该差不多啊，真正北到尾啊。就咧讲到民主甲迄个历史，就咧讲古早代安尼。好，这里讲，迄阵老母伫建国北路有付你过境，请你煮食洗衫，连买菜水米嘛是阿母出的钱，也无用着你15000厘，你煞骹踏马屎饭官位，唱唱甲掠袂牢，糟蹋家己的小弟。敢有偌熬？民主一个面敢若加坚气喘喘，讲莫阁留遮个句笑，我要来去转啊！万请是历史毋甘民主的手头有淡薄仔红，就讲即几块啊，一骨力炸转去互危险者，好无？
民主的心肝凝蒙凝，贪着过咸水的好米，嘛是结皮皮，总甲包转，嘛是结皮皮，总甲包转去，互因查某囝孝顾。照道理，阮收人的物件应该是吞袂落喉，才是正办。毋过对一个枵财佮小贪的人来讲，连体甲见笑，是一个伫伫外口互众人看的小鬼仔空尔。闹好康的，佮骗会着的，才是上要紧的工课。迄年2000年，民主57岁，甲伊大个查某囝微欣28岁，故事到遮煞。所以后壁佫一个买话好啦，买话，伊买话敢若第一上开始的时候读过。好啦，即几year啊，归去读的，才来开始读即个310个字。另日我想要读国外人的是陈瑞生的迄个乡试补习好啦。好，第59章上尾啊，买话王查某伫日本时代的大正5年，就是1916年，甲颜阿青杀作对，查某16，查甫18岁，就互笑讲是交病交紧食，就互笑讲是交病交紧食的遐晚嫁娶。若甲即阵的人比起来，正经差一大过咧。1910年，大正10年，1921年，生头上啊，和金鸡啊算起，一直到昭和20年，1945年，日本战败退出台湾迄年，生万囝达万子，头尾24人内，若册运来算，2人一个，头尾足13个，7个查某，6个查甫，伫迄个山穷海竭、无通趁食的天时，原来是足惊人的代志。颜阿生无田无山通种植，16下去炭矿塞炭车，去木担间加天车，饲电视、顾火毛啊，甲白仔尾，算载炭甲秃头的轻便车有几台，靠伊骨力拍拼，做甲机电师傅。50岁迄年，升起来做矿长，管顾坑内外大细项，膝头有条有断，一直到1970年，拄好59岁退休。认真讲，伊是一个无姓无地、袂甲人冤家相济的老厝边，工课判，毋过对囝儿事势就差大过。所有的后生查某囝，拢捌互伊叠甲金拢捌互伊叠甲金死死，拍甲哀爸叫母过，真正互人想拢无。若王查某就侥幸济啊，伊会出手电后生，笑查某囝，会甲新妇徛5斤鸡，勒甲哭，掠讲起来，佫会举扫帚头讲红赛，拢无伫让手，才会踏地也是小节目尔。上害是伊大脑后空，讲话嘿叫，开合喙就是甲指甲兰野出来见人，厝边隔壁拢听甲明明哩。尻川后经体伊是粗鲁啊，伊还有一个歹撇事，就是见若甲人开讲，讲无三句话，就随要甲人口洗屁臭，嘛会变羊羔面，甲人整甲颔棍仔筋。红公公也毋煞，毋则讲王查某诚无人缘，露头露尾，拄着真少有人要甲伊相借喙，连顶头都无人买。另外，伊真爱钱，爱甲无臭无潲，然后嫁查某囝，拢要甲对头收诚大度的聘金。佫较含的是，互人退婚转来的例子。佫嫁互一个老伙仔做离縁妻，同款嘛是要收平济的聘金咧，袂输一只牛放2元皮呢。真侪人伫尻川后
叫伊钱嫂啊，互人配谈配烂甲安尼，正经是了然甲有春。伊还有真侥幸失德的所在，是叫李岩转来的查某囝，亲像金枝英子去台南陪酒做阿探嫂啊。讲一句较粗的，就是去卖下骹迄个草仔粿，有钱趁上好，做啥拢无差。挑几年啊，面皮有较绕活，要40桶啊，拢叫因找迄落差2起年的老高补来斗。生成免几冬仔过，查某准无病嘛共款的老，查某囝着随个酒挂。王查某的后生查某囝，招是迄款千百长、熬万度的撇性，甲人直接讲代志，见若听袂入耳，看袂做着，3分钟着要共吐槽，夜空袂共保守抱坦，嘛毋捌讲一句好话过。较计嘛无几个人会甲因斗阵，甲因相挺。有伫来去，搁斗会歹的人真少。我甲这个读完，才来读迄个310日记啊，因为这个已经故事的最后。论真讲，因即种无人缘，搁去食现的性地，嘛也有人伫甲因盘烂的因由，是伊遮的查某囝拢白目，搁水干那一蕊花，查甫嘛拢是轻表落骹，就是安尼，才会世界去生到人通拐食骗奸，瘾甲流烂的人，就围伫边仔骗蛇兼米高手，一定爱好着，才会甘愿，才要准煞。查某囝15、16，就伫起笑找查甫人下过。较有火头的，就规工想要讨巧白心。讲较白咧，王查某是孤孤爱一项银票啊尔，颠倒查某囝是欠人的，爱人坏尔。啊若查某的就靠这水面世界乱斗，乌白骗猪牛，规日拢伫想要安怎下过创空。正奇的是，因娶的某拢歹支持，无一个会看靠着。是安怎会安尼呢？理路是缘投的，拢爱人好衰，爱人孤情。较害是水姑娘啊，嘛是欠人保守，欠人好喙，袂条工去扑缘投漂撇的查甫人。变颠倒来讲，歹甲有剩的劫死婆，才会去孤缘投仔送。较计嘛有人定口说水查某拢嫁歹翁，缘投翁拢娶歹某，就亲像俗语伫讲的“一拐配一拐，无两好通相败”的代志。王查某生6个后生，拢是缘投将才搁落骹的查甫囝，毋过拢整着因老母的千百长，搁歹性地，要听下属的话语，要人抱坦保守，碰着袂爽也是看袂做伫咧代志，就随甲人起冤家，嚷甲大细声，搁毋让人，就是即个因由，拢无啥出脱，嘛无好尾。总体来讲，眼界兴是眼仔清，当着好天时，天要注意。啊若落尾啊崩败，是王查某组团的死人性舞出来。用一句话来结尾，就是迄落花生，迄落籽，迄落切结迄落米，拢是整着爸母要怪谁咧？迄个啥？开花结籽，这个小说30万字吧，敢若是30万字。所以，安尼我毋知从期尾头偌久要记起来，总是迄个啥，
我是看第2届啦，所以有兴趣才讲参考吧。好，明日你读国外的人，高中上的国外的人，还是单位的乡处补习，唔知边看。我哋咱就来读咱的312期，即个有啦、玉林、俊迪，啊，即个佩丽有兴趣啦。我是要讲听，讲听，是要起来分享交流，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。因为我就讲，唔免真熬才开始，爱先开始才会变熬，吼。可能我看，当年迄个啥封面，迄敢若是迄个像，迄个绘本嘛，因为无看到绘本。阿曲秀2017年阿曲秀，鸟仔囝找妈妈，啊，迄个啥，伊迄是张玉文吼，歹势我袂，张玉文会敢若嘛真侪迄个啥朗读稿吧，因为我伫朗读稿读过伊的文章，啊，所以可能我甲迄个封面迄个图，伊的作者说明，读煞了后，有若来读一篇，第一篇迄个算第4吼，桃源乡，然后玉林才读迄个第2啊迄个袂当拍日头的查某人，然后俊日才读第4啊复合资本无祖国一个，应该是一首歌嘛。然后3年才读迄个第5页迄个乌昂床，伊头前几落篇拢是第4啦，所以讲读一页应该是拢 OK 啦。我现在读即个，伊讲的即个鸟仔囝找妈妈，甲迄个编辑式的话，第1页是大家。伊讲即个作品的介绍，一只行毋知路的鸟仔囝，有兔仔囝甲斗相共，找妈妈的旅程就安尼起行。鸟仔囝毋知家己是倒一种鸟仔，敢若知影爸母的毛是啥物色。对即个线索就去找。兔仔囝路里看到无共的鸟仔，拢去甲问讲：恁兜的囡仔敢有走无去？问几啊摆，才知影鸟仔囝可能是溪仔边长尾山羊的囡仔。来到溪仔边，鸟仔囝看到爸母，欢喜叫出声，一家伙仔嘛团圆啊！伊迄阵我无去买即个绘本，我毋知啦。总是即个画面封面就是会使看会到的即个啊。尾啊，我会记得曾家印老师敢若有诶一个是做啥？类似敢若是家庭顺便康迄种鸟仔就对啊，拢无咧做秀啊，生2生人诶秀啊，然后共迄原地诶鸟囝拢杀走迄种诶，对嘛？就敢若中国国民党走来台湾迄种概念差不多安尼。好，编辑式嘅话，伊这是第1啊。3月庚日雷声若响，虫仔精神，就来迎接久无见面的春天。一季的寒人，好亲像长长的等待。等待滋味是啥款？咱看等待的日子内底，作者写伊伫人仔内的心思甲改变，佮看啥物好料在城摇落。作者写伊一再思恋的巷仔内的好食物。台语文的发展嘛，经过久长的等待，有侪当正人的拍拼，才有标准化的文字系统，催生愈来愈侪抢市的好作品。悲惨世界台文版就是一个例，做伙来看伊的书，看翻译者安怎用心计较。总是春天若到，也好通做事啦。台语文册市的春天，意思是咱爱搁较骨力写，才袂枉费过去台语人无文通读的苦等待。好来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有若要直接来读，安心自在。桃源乡行头赤子，红水笔仔春风行，红衣飞对山岭，若树响亮门山口，茫茫薄雾还咧走。雅丽风采顺风行，爬落楼梯苦花仔，
清清溪水玉树拉靠因溪，这是虾虎的款是毋是？我无确定。虾虎神，有鱼食幻影游，鱼仔故乡对水行，野蝴蝶双飞桃源乡，蕊蕊梅英度春香，酸甘甜仔红马里，乱乱恶叫洗袂离。爱的道路陪你行。好，感谢伊讲，伊后壁的说明讲啥？这是用歌词的方式伫咧写，然后参考青春恋爱曲来唱安尼。好，所以我是无在遐唱啦，我毋知咱台顶边有人有要唱一个。红嘴笔来讲啥？红嘴黑皮哦。伊讲的红嘴笔啊，伊大部分鸟我会记嘛几百种吧。哦 ，Carol 嘛来 ，Carol 那边才对咧山后壁，读迄应该读会着到遐，因头前拢较第四啦吼，第六遐、迄搭遐呢。毋知即搭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第一趴最后一句我看无呢，雅丽风采顺风行。伊后壁迄啥物？鱼仔故乡对水行，爱的道路陪你行，这种 OK。雅丽风采。当然，第二趴有一寡算原住民的迄个地号名哟，还是溪的名嘛？什么塔罗老溪，我毋知；老靠阴溪，我毋知。因为伊是毋是讲伊是咧介绍高雄市的桃园区迄搭遐嘛？当然，伊用即个名桃园乡，迄应该是改制进前的嘛？迄搭遐是毋是什么？茂林迄搭遐哟，还是边仔就是啥物？即嘛什么纳马夏哟？因为就讲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了后，就拢四界共改名嘛，就将咱的过去拢甲暂断去嘛。我会记得头一个改是迄个啥，改做阿里山乡嘛，因为因中国国民党就是顺日本人迄种吴凤迄种糟蹋原住民的方式嘛。就怎啊，甲遐号迄个名嘛，一直到迄当时啊，敢若是汤因新迄个时阵的款，是毋是1980年代？我袂记啥，反正就是就怎啊甲伊改做阿里山乡嘛。我也袂记阁讲起伊个原地句。虽然讲现主时的迄个啥，嘉义市内底原来嘛有迄个名的路名嘛，对无？啥物东路甲啥物西路嘛，我印象中。所以。家己迄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头一个，甲迄个乡的名改掉的嘛。高雄迄嘛第二啊第五我袂记啥，反正即马都是或者啥纳马夏，我印象中是安尼嘛。所以年代因遐用迄种或者啥大中国思想遐三个串的名嘛拢改掉去，我袂记做啥物名，歹势，因迄拢是较迄个啥高雄的迄个原住民因的称呼嘛。我印象中是安尼，所以即摆即个第一趴，我就看无雅丽风采顺风行，毋知。我感觉啦，嘿，我感觉印东就是你头拄仔讲了，迄我想着，伊的题目是桃源乡嘛，桃源乡俩，照你安尼咱头尾安尼看看的，我感觉印东就是伊本来毋是叫桃源乡，伊本来毋知叫啥物名。叫啥物名咧？伊第一拍就甲你讲啊，雅丽风采顺风行，伊就是要甲你讲，即个所在叫做雅丽。哦。我咧摇啥咧？有可能是原住民的名，有可能就是上古早的名，但是嘛，无爱甲你相争。对。物件无一定爱大声相争嘛。是。伊就点点甲你讲出来，甲你讲，嘿，我要甲你讲，这就是我雅丽的风采哦。你逐逐对我行，我带你来逐逐啊看。是，有可能。我理解甲思维是安尼啦，所以我咧摇啦。嘿，雅丽，头尾伊，嘿，我若咧读的时候，嘿，我嘛共款，真乃向我付出一个。付一个雅，因为风雅还是雅啥？个丽，个是。对啊，嘿啊，我感觉有
湖南话最厉害，人伊嘛安尼无法度甲顺过了吼。尾仔紧读，嘛咧想，迄个时阵我记我顿2秒，嘿啊，尾仔你摕出这个讨论，伊尾仔安尼读，我咧摇啦，恁拢就是哪里有可能是伊个固定名，甚至是可能原住民的名安尼，古早原住民的名签，我咧摇是安尼。OK， 好，感谢叫您敢若回应。凡是去 Google 找桃园乡，伊应该就有一寡介绍嘛，吼。嘿，无得较个猜着，我是安尼摇啦。感谢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参像伊第2趴遐拢算迄溪的名，啊溪的名这看起来应该就是因原住民的名，然后咱讲的即马可能通称的汉人去听着了，就是靠即几字去斗嘛。啊，当然即几字斗出来，凡是伫咧古早地图，或者是我就讲嘛。台湾实在是福摩萨历史有文字开始，就是1624年荷兰人来到遮了，才开始有文字的历史嘛。啊，毋过有文字进前敢就无算历史，真差是考传历史还是啥物历史尔嘛。啊，所以咱过去的教育就是互因中国国民党的即种中国人教到讲，1895年到1945年这50年的历史，规拢抹消去嘛。啊，连这50年，伊就敢家抹消，佮较讲莫讲进前。当然，1683年，吼，或者是1662年，郑成功甲荷兰人赶走，一直到1683年，伊去互西戎拍败，还是安怎？然后清帝国才甲台湾西半部收入去，成做伊清帝国的版图之一，嘛无啥咧管嘛，啊嘛无啥物具体的资料啥有诶无诶嘛。当然有可能伊迄种一直要灌水，还是一直杀了爸母的，我就讲嘛，荷兰人1624年到1661年去互郑成功赶走为止，这38年因留落来的遮的资料文本，凡是是互赶走了1661到1895年的文献的总合，搁较济嘛无得甲我毋知。好啊，我要讲的是讲，不管好诶歹，当然。我就讲，咱咧读，咱咧看时，就敢若阮过去，我咧读迄个伫咱遮啥日记，甲迄个牧师所写伫咱遮之类，吼，迄是牧师诶日记。迄拢是荷兰人观点，拢是外国人诶观点，毋是咱台湾人诶观点。要毋过咱至少有一个文本通我参考嘛。哦，原来因是安尼咧想，安尼咧看嘛。啊，即马咱来看即个桃园乡番西，伊迄个时阵即2条溪，吼，六窟因溪。还是啥物塔罗溜溪，我毋知安怎读念，因为写做汉字嘛，所以就讲咱顶摆伫读另外一篇的时阵，就讲伊迄种武侠事件嘛，就是迄个杨宗宪咧写迄个武侠事件，啊拢什物摩纳鲁道啥迄个，我就讲迄种汉字对原住民是无文字意义的啊。啊，若准讲咱嘛有接受，或者是有接受我即种讲法的人，是毋是从此以后，咱应该是甲因迄个罗马字摕出来写出来。啊，结果伫后壁讲，在过去的文献是即几字的汉字，甚至我嘛咧怀疑，迄几字的汉字凡是是其中一种版本的，几多种版本啊？就敢若迄个啥，对无？鸟甲麻即2字对台语来讲是无共的字音嘛。啊，即马咱大部拢甲北部迄个叫做鸟空嘛，啊写做汉字是安尼写，啊毋过在过去就是。伊有2种写法嘛，甚至人一开始是讲马空嘛，啊写出来迄字是汉字是安尼，啊结果敢若会晓中文中语的人，伊看到迄字拢家读做猫嘛，啊不管怎写拢家读做猫嘛，啊毋过对台语人是有精彩嘛，所以我就讲，即种地号名、即种人名，咱是毋是尽量。回溯去转去因原底迄个，啊，当然有可能在传的过程当中会走逝去，啊，当然你要掠一个时间点嘛。我要讲的意思是讲，一时之间，当然教育部敢若前几年有咧做迄个什物地名啊，啥物会就对，就讲伊敢若去找，甲以前地名找出来就对啊。莫阁去用迄种大中国思想的，拢是因中国地号名，用迄种中国地号名，遐会来到台湾，
交换学生也是来遮读册中国人，直接甲你骗名的啊！即拢学中国的名啊，拢学中国的地号名。你讲毋是阮的，你讲啥物销话？伊安尼认为啊，对无？伊讲伊一出世的时阵，因的政府就甲伊讲台湾是因的嘛。要毋过就讲嘛，一个1949以后才成立的国家，第一因的宪法内底一直到1979年，才将因的宪法前言内底插入去迄段话讲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迄个自古这两字，我咧怀疑因的自古是1949年开始算的。对因来讲就是古嘛，因为你出世进前唔知的代志，拢是古早代志啊，对无？那照理路来讲是安尼嘛。所以我就讲这种地号名，可能当然我今还未去做啦，就讲。咱应该把这种地号名用罗马字来表示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好，我唔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啊，啥？歹势？无错，汉古嘛是古，嘛是古一种安尼。所以爱读到雅尼吼，也是因为这种汉字就变成讲。当然，咱即当算台语的，啊，读出来，照你讲是雅理，啊，雅理，唔知可能，哦，唔知罗马字原来写啊哩。其实咱会用直接雅尼嘛，咱嘿啊，雅尼风菜顺风行。当拄好你看迄个，阮若有去找出来，伊真正嘞。就是古早名，我叫着，无言无食，佮讲甲对答。理路是合理的啊，对无？伊讲是迄个布农族布农的诶称呼啊，布农的嘿，伊的伊是直译哦。直译是音直译，翻译，音的直译。嘿。啊，所以就是。即卖的桃园乡，你看迄个倒位，讨论区遐，我有打出来啊。OK。我即摆才看到。OK。本论的直译安尼，好，感谢。无影无食，要甲对答。所以就是这就讲，咱去一寡基本的理路的时阵，就是会使建立一寡基础推理能力嘛。我就讲嘛，纯粹使用中文华语的人，因为因去用 A 化，也是或者去互人歪错去。啊，你受到种，咱即马才知，或至少我即马才知，就是讲，迄种是属于歪错的。啊，你了总迄是直理直路，所以你了总直理直路，你去看别人的时阵，就变歪错。啊，毋过实际上，就敢若迄个有一个故事嘛，伊讲伊去啥，因母啊去菜市仔买一寡，不管是拉啊蛤蟆嘛，种双壳类的嘛。啊，迄拉若臭去，你无甲掠出来，你无甲摕出来，你落去煮的时阵，规定就臭去啊嘛。啊，因母啊就教伊安怎去拣，就讲你凊彩摕2粒啊来哭，迄个声音若有真差，安尼就表示有一粒是歹去的，啊你还阁试。啊，叫迄个囡仔摕毋着标准，摕着臭的是歹去，迄粒做标准，逐粒甲伊哭声拢怪怪啊，袂足切啊，煞变种规顶的拉拢臭的，伊安尼哭落去嘛，啊伊毋知影啊，所以就讲你标准是啥？你标准若是好的，你就使检验出其他无好的嘛，因为声你一听就猜啊，就知嘛。要毋过你的标准若是摕一粒歹，当然外观你看袂出来。外观看袂出来，啊！你摕一粒歹，你毋知，你哭落去到底歹，啊！就等你边啊，结果规顶拢互你等你边啊！啊，当然若是咱大人，咱就说他有可能较较厉害，较较牛，还是较较衰，去买一斤拉啊，竟然哭一斤可能嘛才几粒，结果你竟然我都哭3粒5粒，拢臭，拢歹去，所以声毋对，啊！你就会随当生嘛，啊！毋过囡仔毋知影，伊做了啊，规领拉拢臭的，较有可能的代志。啊，所以敢若晓中语中文的人，因为伊的观念建立伫遐的时阵，伊感觉是直理直路的，
伊若无去甲别人比，伊毋知影。要么当伊看到愈来愈侪资料的时阵，有可能打一开始伊会感觉冲突足大的，伊会感觉真艰苦，太是安尼生。敢讲我过去所受的教育拢是屎，拢是垃圾，拢是粪扫，我都接受啊。啊，当然有的人就硬死钻入去啊，伊毋愿接受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啊，毋过迄是在人去选择吧，所以我是毋知各位朋友敢有遮强烈啦吼。我就讲中文中语即种中字，甚至种华字是属于毒素啦。你叫毒透掉了，你要排毒是爱经过足久的时间啦。连我有当初嘛感觉，迄个是毒素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是毋是？由恁接续来落去读。第二页。第二是，让我看者。袂当晒日头的查某人。袂当晒日头的查某人，晓人。伫我20岁迄当，我变成一只红鸭，即只鸭停伫我的面，毋肯飞走。可惜伊无亲像咱所想的遐尔水，遐尔可爱。自迄天开始，鸭伏伫我的骹，无日头的时，才会当出去活动。若是晒着日，随便做红滚滚的鸭，规身躯的器官发炎像火烧，实在足新鲜。伫日头骹撞来撞去的人，可怜的我，只有等待梦中，我的心酸，啥人会当了解？即马陪伴我，即马陪伴我的，只剩一粒，搁一粒的美国仙丹，可恶的红鸭，红斑性狼疮，红斑性狼疮。疮啊，歹势。疮，红斑性狼疮。疮啊，疮吧，疮疤啊。好了，疮疤忘了疼嘛。讲过我读中文啦吼，我读华语啊。我有一寡台湾国语吼，所以歹势。无要紧，反正外国话凊彩读无要紧。我来讲，迄是我的外国话啊，即种我的认为啦，迄毋是外国，我是认为就是外国话啦。对，中国话就是我的外国话嘛。好，这真正是，我毋知即个状况。红斑性狼疮，当然，即种病名，咱敢有台语的讲法，我毋知。因为这嘛是，我知即个名，敢若差不多10年左右吧。啊，当然，伊的镜头也是讲伊迄个啥，会有啥物现象啥？敢是即个作者所讲的即个情形，就讲。袂使去互日头安尼烧着，还是安怎？我毋知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。我好可有有有我觉得我看下来都了解就是来玩这鸭龙啊，我老师迄个班个做做资料，做这样子比较中正的然后看过发觉那个他的这种歹势，Sunny，你的声音，Sunny，你的声音，敢有啥物物件包咧？包咧了，迄个字甲字就敢规个连做伙安尼。安尼就较清啊，拄则敢若规个字甲字会连调诶。我讲好啊，都有隔壁班的同学有这个镜头就对啊。阮拢毋知是啥，毋过这老师真正吼搭迄个资料放伫公告栏，阮就想讲奇怪，我想讲是讲会甲人背着，是安怎嘛？感谢Sunny甲咱分享。Google 是直接讲是种慢性的自体免疫的疾病，一般拢是相对少年女性伫15岁至45岁开始发生。当然查甫嘛会，只是迄个比例差不了侪，差不多1:9还是1:10，变成讲听起来看起来就是拢是女性开的
较会带着即种状况。啊，当然有可能就是这位作者晓灵所写讲爱用美国仙丹去甲压，也是控制吧。啊，所以就讲啥？有可能是基因的关系，有可能是荷尔蒙的关系，有可能环境的关系。所以，因为即摆疾病就是讲，若准讲有药医的拢 OK 啦，其实就是变成讲当事者较辛苦，因为袂传染，嘛毋是恶性的肿瘤，啊，就是可能身体表面的嘛。因为我印象中有的人是什么红红安尼嘛，啊，伊这是讲，若这状况起来是接，可要讲袂输敢若啥，起荨膜，还是啥物？我较早伫做兵的时阵，捌去互迄个银河番画着，还是安怎？因为阮去扑球啊嘛，做兵来去，反正迄阵就是去扑球啊，结果转来咧，哇，规身躯规拢红的，啊，像嘛是有无上到讲挡袂牢，会一直去绕，是会上，抑毋过接近迄个强要袂啉伫迄个上，啊，就爱抹迄啥物迄，就讲互伊凉凉啦。啊，听起来看的就是因为讲输着啥，讲输着啥物花粉还是啥，啊，就规压起来。啊，尾啊，反正就敢若迄阵伫做兵的是捌拄着即个状况尔。我即摆想袂记迄名称是啥，伊嘛是一种咩过敏性的啥物血吧，我袂记起啦。啊，所以有一寡镜头就是环境，还是基因、荷尔蒙，啊有一个啥物血。像日本啊，日本因就敢若不哩啊侪人会有种啥花粉症吼，因为讲对鼻啊鼻啊竖入去了，就规个会起荨膜，还是啥物血啊？啊，有的人是，可要讲，我有捌的人就是伊袂使食酸啊，因迄个酸啊啥咖喱煮吼，对吧？应该是咖喱煮吧，我袂记食。讲食落去交地了，规个迄个啥，规身躯就规拢啥起荨膜，规拢红，你讲起长红疹呐，规拢红起来安尼。啊，所以当然迄种或者啥过敏源，不哩啊侪人是针对无共的物件，会有即种镜头嘛，什物食虾啊啦，吼啊什物酸啊啦，还是什物？阮个捌你看鸡肉，阮食鸡肉嘛，怎会压起来是安怎的？啊，当然以即摆来看，有可能是迄个什物，大部分咱的水果还是遐食物嘛，拢是什物注射嘛，佮要讲全药啊嘛，药嘛是有可能啦，就讲较现代化、较快速用药啊去杀，甚至嘛真侪年啊，就讲有一个阿母啊，伊为着因囡仔爱食虾啊，毋过虾啊食落去拢会过敏啊，是安怎？就开始去饲了什物无毒虾，就讲有一寡伊生物咧生长，不管是食物啊动物，伊咧生长的过程可能是需要营养剂，需要啥嘛，还是帮伊去除迄个病虫害，你就需要药啊嘛，还是肥还是啥嘛，还有可能对迄个生物无问题，毋过对人类有的人可能就去互影响到嘛，所以这真正就是怎样讲，科学的进步还是社会进步的侦查，我毋知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头前迄首吼，嘿，伊有讲青春了嘛？对。我来唱第一拍。好，来好。啊，春风行，红红有味对山岭。啊，即句哦 ，OK 好，把我声吹落去。伊青春了，当然真久，因为我唱歌是无路，啊，所以反正就是讲，迄种啥，从过去以前迄种娱乐，就是，佮讲啥物念歌啊、歌仔册迄种的嘛，啊，
有个人是反正乐器早咧嘛，在过去可比讲较本土的、较台湾就是迄种乐琴嘛，还是大钢弦。当然南北管这原来嘛足侪乐器的嘛，啊毋过你要听起来看过，我印象中看过啦吼，就是不管是文献还是所在，就是敢若拢乐琴甲大钢弦啊，有咧走唱，还是讲袂唱，还是袂摇啊，反正就是会用迄种四句联，还是七字仔咧唱啊。啊，当然尾啊有电视了，迄种娱乐就愈来愈多元啊。要听歌即个就真正较罕的啊。抑毋过电视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因为阮爸咧放电影嘛，所以就是不了侪所在拢有人会啥，或者古早时代做请戏嘛，布袋戏还是歌戏嘛。啊，当然尾有电影了，就甲电影当做布袋戏歌戏来请嘛。就敢若最近算讲当前迄个啥，迄边怎讲？沙米啊，啥物啊，陈世美迄个嘛，啊，听讲已经有几落场已经成立啊，就是讲，敢若9月开始啊，连续3工啊几工嘛，吼，啊，甚至讲啥物有歌戏有布袋戏，啊，搁啥物货，搁办桌哟，敢若是安尼，所以就来讲，这真正就是一方面就是讲，迄个啥，台南人毋甘台南祖囝去互欺负，绝对要帮伊出头，还是安怎呢？啊，过来就是啥？敢若即2工啊，美清老师嘛，伫伊诶面册写晓，讲一种斗闹的气氛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伊就怎个迄个啥，甲黄飞飞所唱迄个歌谣，吼，无共版本的歌谣嘛加起嚟就对啊。而且照伊诶讲法，我嘛去看嘛，较重要就是讲，环球音乐是去教迄个歌词，照教育部诶建议用字写做咱即马看会到迄种相对正诶字。啊，当然迄个来源，可比讲诶迄个啥，有一个什物正字歌词查询网还是啥嘛？迄个人 W.B. Chen 吼 CHEN 迄个人嘛。真正是真拼势嘛！即马敢若讲已经3万首啊吧，3万首台语歌啊，所以在过去就是讲，因为字敢若无遐重要，重要是家读念出来唱出来嘛。抑毋过你若无一个标准化，你要传其实传袂久，啊无就是一人写一款会乱七八糟嘛。当然教育部所做的，伊毋是一个绝对唯一的标准，要毋过至少是一个叫做啥标准化的起头嘛。未来当然就是讲会使个继续去进展发展，就敢若因的白话字，敢若嘛有人伫咧改革，可要讲诶，是毋是卖遐尼侪连字符？啊，当然这各个系统去做因的努力吧。啊，汉字的部分，当然我会看。还是讲，拟声词、状声词，甚至咱拄仔咧读迄篇第号名的部分，我感觉应该就是用罗马字来表示就好啊。我是安尼想。好，毋知咱台里嘅朋友针对即2篇，佮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后一篇，即个第4啊，即个是毋是？应该是准直吧？吼，准直帮咱读。这敢若嘛是一首歌诶，好哈，符合啊，我毋知要安怎读念。来，准你看是要读诶，唱拢会使。这个我不行啊。我给你来。富豪直奔乌祖国，歌词安静亮，歌曲甲像是单秋山，一块无鱼，别块肉，一庄无牛，别庄牛，一斤上贵，别斤着，一斤上贵，别斤着，自摆换来清准清楚，桥。第一条，伊是第一条了，
笑一点点。出海换来亲自笑，一边一家声噪，大某细姨拢照顾，一眼镜无查某，我是看下富豪，黄的炎炎，乌的啰嗦，白的食好，做辛苦，工的麻烦，换母的来做，人肉咸咸无几箍，东西南北四界流，起价我就来走路，好题是啥我听无，我是世界的富豪，总统拜托，司机咧招，一区探饱换一区流。讲啥物祖国真好笑，我是世界的富豪。好，感谢，这应该就咧讲台商的看法吧，是不是？最后一趴，即区探饱换迄区流啊哩，伊就讲第一批入去的，敢若勉强个有甲钱赶出来，啊，毋过第二批了后，听伊讲就是一直去互人想尽各种办法，也是成怪骗嘛。所以当然去到遐，听你讲就是可能真正是吃香喝辣的，啊，毋过你想要中，无啥可能。早时因为电子业拢去迄边嘛，毋是讲拢，是讲当一开始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听伊讲有一招就是，你离台湾你遐偌济钱，我直接就互你偌济钱，只是直接互你操作。就讲迄个时阵我听到看到的是，敢若离台湾你遐薪水平均2万左右的款吧，我袂记一啦，我听到的。啊，去到遐就是怎互你2万的操作，啊，你离台湾遮的，好无？看你安怎弄啦，就是讲，一开始是公司叫员工去，啊，员工当然无爱去，尾也怎安那？就讲你伫台湾的钱，可能2万块继续领，伫迄搭遐就搁互你含2万块台票平仔济的操作，互你，可比讲说你5000块的操作，啊，就第一边开，啊，你台湾遮2万块继续领，因为听讲袂少人迄个口罩是因某咧管的，所以伊伫台湾原底伫台湾领的钱袂使减去，啊，袂使减去，人去到遐了，啊，无所谓是要安怎种，所以就是公司就互伊平仔2万块的操作互伊。这是共公司，啊无共公司的，尤其若是迄边的公司咧学的，就是你离台湾领2万，我才嘛互你2万，只是这2万是操作，所以就袂少人就安尼过啊。所以敢若是头前5年、10年吧，勉强搁敢若讲有小挑着一寡，啊毋过愈后壁就愈来愈迄种的啊，愈少啊。嘿，甚至你公司的时阵，一开始有做。按照做双薪嘛，就是台湾领一份，迄边嘛领一份嘛。啊尾啊，就是开始找人的时阵，伫台湾遮面试，啊拢讲你是要去迄边的，啊一开始是讲啊，你一年会使转来4届，啊机票啥公司拢帮你出，啊尾啊就是愈来愈条件愈来愈无好啊啦，啊当然薪水会起去了，讲对2万几啊2万5、2万5、3万、3万、3万5、4万几万安尼。一直起去，抑毋过就拢伫迄边啊。所以不了侪行业去的时，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拢真正 OK 啦，毋过实际上听伊讲的是，毋是咱讲啊，至少毋是我即个戆人所想遐尼简单啊哩。啊，所以即个等于是咧半头洗吧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 ，Carol， 你读。第5页，伊有一个网，有一个 QR code 啦，你有兴趣，你会使扫落去。伊讲是因迄个啥，苏东时的迄个YouTube 的转播，啊，然后连接去这首歌，伊就是直接甲伊整做一个 QR code， 你扫落去应该是伊就咧唱这首歌就对啦。好，安尼
3年换你读第5页啊，湖岸村。好，好啊。第5页。哦，我是着去啊，哎呀，就是哎，你看到伊啊？形容唔对，要叫我来读你这嘿，你才有份。我用你这第5页是。有啊，你看会到吼？会使。第5页。YouTube 我唔知你会看伤细咧，我唔知 YouTube 效果如何，歹势。放大。第5页，我哪会看？是我还是偏页是偏第5页。我看伊要安怎换呀？伊有一个箭头的款吧？箭头你可能使试第几页？第7页，我试看看。伊的偏页是第5，毋过伊实际上可能是2、4、6，还是第8页，我袂记。第8页吼，我袂确定，我无确定，因为敢若连封面甲封面内底敢若嘛拢有算页数。第9页。第9页吼，安尼第9页，伊。安尼我用这。哦，好啊，有用。我暗曾看到啊。干奶加顶个对乌海水来啊，人讲顶的脚趾是乌金，顶的巴肚是白银。伊万年啊，原本是伫水里的煞倒伫涂骹，乌金甲白银煞变做红色的血，甲蓝色的纸片。恁讲，阮只是想要来放两尔。明年的这个时阵，恁敢会搁对乌海水来？若会，才会记你爱收较紧嘞。到遮晓。对，伊这个敢若是湖岸村，就是这个时间点尔。我会记得敢若是几月晓啊？你是毋是10月开始啊？寒人的时吧，我印象中。啊，然后清明敢若就回流啊，毋过回流敢若就无卵啊，无卵啊，听讲就较无遐好食，肉质嘛敢若讲较无遐赞，所以湖岸村，湖岸村是迄个，甲乌鱼敢若无共款，我可能记对乌鱼歹势，所以湖岸村是东港遐咧掠的嘛，是毋是？我毋知，歹势。湖岸村就是迄个黑尾鱼啦。对啊，东港嘛，我会记是东港嘛。当年拢有什么第一尾吼，尾鱼的尾第一尾安尼。啊，伊台湾四周拢是海嘛，所以即种海产的部分本质应该就真丰富啊。啊，当然。过去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拢有一个做啥？伊中文是敢甲伊讲做啥？过鱼吼，就是掠超过就对啊啦。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知也毋知，敢若是1969年，还是1958，我袂记清。伫东港啊，倒位有咧掠海猪，嘛掠袂少。啊，当然，最近我即个看到，无，迄个应该是迄个啥，廖鸿基老师咧讲的，就是讲菲律宾迄边因伫算服役啊，是安那，搁顶固就对啊，所以就讲，因为太平洋深度有够，所以就袂少海猪海洋会来遮，收过来，啊，所以台湾四周其实过去曾经是。海猪也是海洋的算啥生育地，啊，所以因就是会搁转来。啊，毋过因为就是讲嘛，一直掠到
我袂记日久偌济，我袂记者，所以就变成讲无，抑毋过顶个日吼，还是即个日个册我袂记者，因去花莲外海去欣赏嘛，就看到一旁，敢若听讲有诚饱食，也就是讲。对照廖永基老师的研究甲调查，就讲有哪来哪侪即种海底海洋会要来即边，算讲生活生态，或者是讨食吼。因为菲律宾遐听讲，算讲有做到一个程度，所以有袂少海底海洋会伫遐出世，因为遮个动物就是因会转去因原则上会转去因原地出世的所在，搁去行大。所以海底海洋即个部分，过去台湾因为捌掠到附近拢无伫咧生态，就全当然就无去啊。抑毋过，咱若肯认捌着讲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你爱好好管理也是照顾。吼，换一个认真来讲，虽然讲我毋是教导，抑毋过印象中伫迄个旧约的圣经创世纪内底有讲到，人类是爱好好管教地上的一切。抑毋过目前就是，尤其工业革命了后，人类对地球的资源，不管是啥物资源，敢若拢无好好保守爱惜，甚至就下性命伫咧吹就对啦。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讲资源哪来哪少嘛，应该是讲无适当的使用啦，怎变成讲飞雷拍算去嘛？飞流拍算去了，就变成废弃物嘛，造成环境的问题嘛。所以，这个陈乃甲你讲到这个乌昂层，对，而且乌海水，我咧应该就是咱讲的迄个啥乌流、乌流还是乌条吧，对无？迄个较早伫学校学到就是讲有两个方向嘛，对无？一个按北方流去南方的嘛，一个是按南方流往北方的嘛，这两种水流是无共方向，所以日本就号无共的名嘛。迄个啥乌流，敢若是讲用养分较侪嘛，就按迄个赤道起来嘛，所以就足侪鱼对即个水流内底行，所以伊的迄个鱼会较侪嘛。当然，北边的鱼甲南边的是无共款的鱼种啦，因为可能因的生长环境也是拢无共款嘛。即摆即篇就咧讲乌昂层即个吼，啥物乌金白银，然后变红灰甲蓝色的纸票安尼，这有当作是算讲安怎讲，简单讲过一个，实际上是毋是？最后就讲嘛，若会，请会记得爱收较紧的，才袂随强掠去，可能是这个概念吧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感觉无共款的想法看法？相信短诗就是迄个啥，看你安怎去表示、表达还是描写吧，可能是安尼。好，安尼后一篇 Carol 帮咱读第六页，你有对着无？有无？有4趴。无听到声音，一摆伊无开也是安怎？来呀，等者。我即摆吹。徛伫桥头吐蕃会比丘尼。咦，我本来想要看 Carol 团伫伦州的，结果伊拢收转去啊。因为伊藏毋着期的款吧，伊这是312期，所以可能你爱看迄个啥？迄个我袂记咧。顶悬即摆现主是顶悬即个连结，我毋知你看会着袂？有无啊？我不打去嘛。好，感谢准备。大好啊，大好。感谢Sunny。有无 Carol 还是麦克袂开？
无听到声音。有对卖推去一个摇蛋者。是他。替大家上尾一个太济。无问题，感谢。哦，有啊，都有看到三年团这啊。好，安尼，互你读。徛伫摇头吐蕃，吐蕃，应该是吐蕃，吐蕃。反正迄是头头跋，吐蕃安尼。比丘尼安怎讲啊 ？BQ 尼 ，BQ 尼。BQ 尼是女将，敢毋使讲女将，就是男女将是 BQ 尼啦。哦，李淑珍是日路口信号灯骹庄严的 BQ 尼，伫过日啊，一身肤色出家装扮，双手夹拨旁的。伊是碰，伊这是碰哦，伊是写碰。碰的，我拄头啥？旁。歹势，碰的，徛伫遮，目睭半起念佛号。毋管透风落雨，是不忍众生受苦，咧是愿力为尽，无用的人请一直过，消散的面容，幽怨慈悲顶后，流连红尘的众生结成缘。佛道有缘人，有偌济过路客，愿意填落来种福田，还是种福田？福田。田啊，福田 ，HOK 福田。日头渐渐落山，同款停伫青红灯骹，啥人有看到黑暗的路边迄个出家人？一天过去，伊渐渐离开。想要请示师父，逐天徛伫遮念佛，成佛去西方净土，敢会后世人成愿再来？成愿再来，会啊，有所愿就有所迄种的啊。第二派的遐，我是读幽怨慈悲听候等候啦，伊是写等嘛，然后流连红尘嘛。流连红尘，应该众生结成。好，毋知咱第一。你讲迄个等候，迄字改做听候，是毋是？听候是另外一字哦，听候是听。我知啊。听白听，啊，这是等。你是讲你想要等迄字改做听？无，我是讲，我会读等候啦。伊是等嘛。本来我读啥？你敢读对别的音去，我袂记起来。就讲怪音。你可能你想要读听候。我毋知，因为当初就是有个人讲，有个人在口语上也讲听候啦，啊听候是另外一字啦。我知。来，准你讲，准你较大声来歹势。头拄仔是读顶候哦。叫华语。你讲，我真正袂记我读啥。伊就讲华语是长嘛吼，长。啊，有当时台语全都得家己去转，你知哦？啊，转就搞掉，有当会转掉，有当会转唔掉。我毋知咱台语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咧读，我是读风尘。风尘。风尘，伊 TIN 嘛，啊，当然红甲红是就是文白音嘛。啊，当然，这种字词是毋是在过去，可讲布地歌语会足侪出现的这种的，毋知呢。啊，吐蕃我无去查，毋过就是我有听到拢是读吐蕃啦，吐蕃嘛，伊才是吐，啊，有人是伊中文华语敢若是用吐蕃嘛。伊是用拖嘛，啊当然拖即字，
台语嘛会使读啊，就有，因为你若拜托的托，就是托钵啊，你若照字读啊。啊，毋过我印象中，我常听到是拢讲吐钵啦，就是伊即摆写 THUH 啊，吐钵啊。当然，我就讲无共的宗教啊，伊设立的点无相款，就敢若佫要讲去读迄个做府城教会部，迄是属于基督教的部分嘛。啊，即摆即篇是属于佛教的部分嘛。啊，无共的宗教，伊当然设立的点无相款。在过去，敢若拢是有一部分，也是一段时间拢会去讲别的宗教，倒位无好，倒位无好嘛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即种淡仔咧讲这无好，迄无好，有可能迄是一部分的事实，也是某一个角度的事实嘛。也毋过，不管啥，政治上、宗教上，也是你伫咧公司里倒，你讲人无好，敢无法度表示家己好，敢若无法度咧。啊，毋过有当阵啊，是毋是咱大部分无小心，一段时间了，就全拢去，或者若攻击了。即摆要选举啊，现主是还阁无遐尼做迄种攻击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就过去的经验来讲，敢若差不多拢会有即种情形嘛。当一开始先讲家己好嘛，啊好的物件，敢若毋是讲袂完啊，讲久嘛讲完。啊，好诶，讲完了就开始换讲人无好诶，这我感觉敢若无较理想。啊，毋过有当阵啊，咱诶环境就敢若是安尼势哩。啊，所以即摆即篇文章是讲到伊迄啥去吐蕃迄个比丘尼嘛，因为伫佛教内底就是分男众女众嘛。啊，当然男众女众敢若是咧讲还未出家诶人诶款，我无确定是所有诶即种叫做外观诶分别男众女众，或者是因为印象中我看过遐个佛经内底有，就讲吼 BQ 呢，啊，佮另外一组是啥物？优波啥？我袂记得伊，无就认真诶，伊迄毋是我，所以我就无去注意。吼啊，反正就是伊会有，因为我印象中所看过遐个佛经足侪是，若毋是迄种或者啥浓缩型诶，吼，较讲心经262字晓，吼，迄内底就较无去讲到遐个有情众生嘛，吼，啥物天人啥啦，足侪迄无嘛。啊，毋过有诶，较讲是毋地藏经内底就有，就讲哦，伫啥物所在，佛陀伫咧说经、伫咧讲经诶时阵，大家较有啥物人伫遐听嘛，啊，就会有教因诶身份，还是教因诶，我毋知影怎去形容迄个物件，就讲一般世俗诶，就是啥物男女老幼啊，有出家吼，较讲这是 BQ 呢，我知影这就是BQ 呢是女性，啊 BQ 是男性，啊是毋是各另外一组？我袂记食伊，真久无记迄个，我毋知影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可能是毋是因为伊的身份，还是伊迄个啥物持戒吼？就讲伊有个人，出家无出家以外，佫有啥物受戒无受戒，啊，然后伊就，迄是毋敢若？可要讲武术，什物空手道、跆拳道，你若经过一定的天数，啊，就进阶进阶嘛。迄佛教内底是毋是原来换即种？就敢若华人的迄个，敢若嘛是讲哦，你若做啥物代志，啊，累积时间，还是累积你去无转来的钱也是啥有一个级数啊。可能佫有分，你有出家无出家，啊无出家可能你有才调，透过你去帮即个组织
无着偌侪钱财，通互即个组织相对应的人会使去做代志嘛。伊足侪情形就是你无钱根本做无落来啦，足侪物件就是需要经费需要钱嘛。啊，所以就是要有人去募款去创啥，啊你募的款，就是有一个级数是啥？因为伫咱的社会足侪拢是安尼生啊，所以有当阵啊，我毋知各位朋友针对即种较大的现主时吼，北中南遮的较大的宗教团体，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，我毋知。总是每一人的迄个啥，要讲修行，要讲缘分，总是无共款嘛。你所接触到的，然后你会行入去，还是接受的，这拢无共款嘛。以免基足有基足无基足无一定，逐个人的缘分是无共款的。啊，只是即个李淑珍，伊去看到的时阵有即种感想安尼，吼，或者是你模拟，他们后世人心愿再来安尼，吼，伊讲迄个像啊，规模结合是毋是啊？佛经顶悬所讲的，就是讲伊就是啥物，倒一个菩萨心愿再来到即个世间，还是即个空间，搁来成做一个啥有智慧的人哦。敢袂使安尼讲？伫圣经内底，我就讲咧读迄个啥虎城教会报嘛，伊是甲伊讲做啥先知人哟，先知嘛。啊，伊后壁佫斗一个人嘛。啊，对佛教来讲，可能是分出家无出家嘛。规模结敢若是无出家吧，我印象中毋知记毋对无。啊，所以有当阵啊，迄变成讲迄个啥，因伫咧讲末法时期，地甲文前争道做，就是讲遐淡仔咧讲要出家，其实因有当阵啊，以结果来看吼，颠倒因遐做诶歹代志，颠倒较济。啊，所以就是即几年我个人一寡小小的感想，就是有一寡人真正是存好心做歹代啦。可比讲诶，去放生，根本就放生，那是放死啊，安尼话。所以当然，搁另外一个角度就是，尤其进到21世纪啊，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去修诶啦。你有当时莫讲要去助人啊，是安怎？家己就渡袂过啊，要渡别人，较困难吧？我毋知。我想要，请讲，就是讲佛教佫有啥物啊？有一个啊，伊真正会晓看，伊是甲人会去做马杀是迄种气功迄种，啊，伊就讲你倒位读，啊，伊讲啊拢准，伊拢看，啊，伊讲的所在真正，我拢会，大家拢会感觉讲，我就是遮生遐，所以我想讲，伊真正有通，伊看有，啊，伊就讲，伊是信佛教，毋过这佛教就是伊嘛讲会讲啦，讲啥物赛事迄种，伊拢感觉真好。毋过你早读迄个心灵，就是讲迄个地价是安怎审判，伊上找一部电影叫做甲神共齐行，伊讲吼，迄拢是甲人吓惊，迄是心灵。毋过因内底人是读理论、读册。就是心灵啊，无真正有通啊！迄个佛教这看起来拢有通哦，伊拢听会着迄个马祖还是神经过迄个佛像，拢听着佛像甲因讲话，啊，伊就讲因厝边啊，啥物人啊，是有诶做好代互人拖去哦，啊有诶就是来甲你烧酒问讲伊要走啊，啊过当工真正厝边就伫办丧事。我是讲，佛教伊通，毋过伊讲诶，咱较无解，因为讲有审判，有诶是互人拖走。我想讲，心灵听起来较好，讲地下拢是咱家己幻想，毋过读迄就是靠读册，啊，真正无啥物通神诶能力，也看袂着讲你倒位读着，所以我毋知迄种有能力，还是讲读家己介意诶，讲咱拢是神。咱拢无做，我毋知做一种较好以上。感谢Sunny甲咱分享。所以讲时间超过啊吼，就我所知讲一寡大家拢参考啦，就是
有诶是真正是先天带来啦。可要讲民雄柳相思，伊就是细汉诶时阵曾经安怎，啊尾啊全有迄个能力，伊嘛帮真侪人去，算啊讲，迄无一定是断生死，也是，就讲伊嘛是算做一寡有缘诶就对啊啦，啊，就甲伊讲伊安那啊，听讲阿扁啊嘛有去，因阿母啊。阿扁啊，因母啊，伫阿扁嘛几岁时阵就带去哦民雄柳相思看。啊，民雄柳相思是因兜一楼敢若咧做啥，嘛是做药房啊做啥。啊，若有人去找伊的时阵，伊就带去因兜二楼。啊，去二楼敢若民雄柳相思，啊，佮去的迄个当事者，啊，佮带去的迄个人，大概就3个，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。啊，然后。民雄柳相思就是敢若用蒙骨啊，是安怎，还是感应，我毋知影。啊，就会帮伊录一块录音带，就讲民雄柳相思就直接念迄个人的一寡过去如何，吼，先知捌过去，啊，然后未来如何，啊，就录一块录音带互伊炸转去安尼。就讲伊也袂留就对啊啦。吼，啊，听讲李林甫我去问过。啊，有一届迄个南非的总统曼德拉上来嘛，讲有带去看过安尼，听讲有袂少人就对啊。啊，即种我也捌听过有迄个，就是真正有感应神通的。啊，我所知是听讲，伫咧佛教遮，就是你修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讲终其尾，你就是要脱离六道。吼，有一个伫研究即种叫做。要讲神通还是灵通还是啥？如应中许，双口如嘛，啊应是应该应嘛，啊伊迄个中我袂记是金当中还是金中中，我袂记起来。反正就是即个名，伊敢若捌做过什物不明飞行物，还是飞碟协会的理事长还是啥？啊伊去看遐佛经，还是圣经迄种西方、东方的迄种宗教册来讲，就讲佛教终其尾是要到一个一的状态。伫修行的过程，佛陀嘛讲嘛，咱人世间是苦的，照你讲，就应该脱离六道。啊，毋过伫你即个修行过程，你会使有一种能力。伊讲，迄个神通是你修行的。半中途就会一定会有的能力，也毋过迄毋是你的目的，迄是你的过程。啊，当然迄个讲法是讲，当你拍开心胸，放下一切，也是安怎？吼，伫佛教内底有啥物他神通，还是啥物？可我讲诶，迄个像妈祖毋是伊的，等于是啊，左右护法哟，对无？千里眼甲顺风耳啊，迄嘛是一种神通啊。所以有当中即种能力，对无？照 J.K. Rowling 所讲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麻瓜，我当然无迄种能力嘛。啊，毋过即个人世间有足侪代志是现在的科学无度合理去解说嘛。迄个啥，公司 Plus 有一个配做台语音的日本漫画，叫做路人超能100。啊，当然是用中文嘛吼，路人超能100啊你，啊伊台语就该翻译做莫比啊你，咱咧讲莫比亚鬼嘛吼，就路人甲路人乙啊你，啊伊内底就是迄个主角就是有迄个能力，也毋过伊打开始啊，打想要去，应该讲伊拄着一寡困扰，还是沙无长的时阵。故事内底因的师傅就甲伊讲啊，你有的即种超能力，就甲一般的人，有人足够画图，有人足够弹琴，有人足够创啥是共款的。就讲即种能力，毋是一个真特殊的能力，真差是讲你有这，别人有迄，啊，所以你毋好瞄准讲你即个能力如何拄如何，所以是等于是属于较压制，就讲。伊目前伫公司 Plus 伊内底敢若是12集的款吧，我印象中。啊，
迄12集内底有拄到骨落，就是边有超能力的，迄个超能力的，就是会有去运用迄种能力得到一寡伊无应该得到的。啊，所以即个做国中生，就是相对较正确的态度，就是毋好乌白去运用遮的，因为迄有可能一个角度是讲，有可能天公伯要叫你做别项代志啊。啊，当然你咧做代志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会使谈到淡薄仔好处，可能我个人感觉可能也会使，我毋敢下结论讲一定会使，还是一定袂使，我毋敢安尼讲，因为我无迄种材料，所以我敢若用可能会使，啊，毋过是淡薄仔嘛吼，啊，毋过有的人就是想讲啊，我若有即种能力，我就要安怎，迄种的就敢若变成无遐好势，啊，所以即种无共宗教，徛伫咧无共的角度来看遮个代志，这我嘛毋知咧。好，毋知咱大家入面最后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甲你补充一个，你头拄仔讲迄个教迄个优波仪甲优波色啊，对，优波是优波仪就是在家，因为佛教有出家嘛，出家啊甲在家技术，在家女众就是优波仪，啊优波色就是男众，安尼伊的差别就是伫遮，是，啊伊的迄个，咱讲维摩诘，维摩诘还是维摩诘？迄维摩诘就是表示讲，就是讲，伫因在家中内底有，我会记就是有一个经嘛，维摩诘，维摩诘经，对，吼，就是表示这就是伫咧因迄个优波仪甲优波色的因的，算讲因的精神导师，等于因的典范安尼啦。是，有实在是安尼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感谢，伊就是什物技术啥迄个，吼，我毋是真理解真歹势。好，反正有当阵啊。好啦，反正就是咱做咱有才调做安尼啦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这个312期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遮。好，感谢大家嘅做一笔，感谢大家嘅朋友做来读念啦吼。安尼，今日读到遮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